新闻的头一条，咱来关心台中57个4D 验出传出讲验到非洲地质阳性，全国底下是禁运含禁台5天，也禁止用喷来饲猪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目前登记饲喷的猪条全国是有435台，即马这寡喷起码是该由环保单位来处理。这次我们应变之后收回来的厨余，我们会优先采堆肥化跟能源化来再利用。那如果这个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再用文化跟掩埋来处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厨余一定要会经过妥善的处理，不会让它流落在外。为着防疫，全国是禁止用喷来饲猪。环境部表示，各县市环保局增加出来的喷的处理成本，农业部会来提供帮助。另外，各地环保局看到这载运的量仍无够，希望环境部开放予合法的运输业者来载喷。环境部表示会再来公告。